中华艺术科技大学112年护理系加冠典礼，10号下午伫图书馆的演艺厅举行，包括五专3年级加4级2年级的学生，总共317位，穿着熟悉的服装上台。女护生由着老师来佩戴护士帽，男护生则是接受老师来挂名牌，过程庄严。校长孙一鸣表示，加冠典礼是护理系学生伫咧实习进前必须要完成的重要仪式，就亲像护理界的成人礼。伫咧实习的过程，如果遇到什么款的困难，学校拢会做学生上大的瓦课。今年总共有317位学生要来做加冠。那我想加冠完后就是到医院去做实习，所以有一个叫做护理系的一个成人礼。那我想我们中华医大创校55年，那这55年呢，我们培育了很多的护理界的精英。那在各大医院里面也有很多我们的学校的校友。那我们去年呢，学生在考执照的部分也都比全国平均还高，而且我们还出了一个全国护理师的状元。那所以我们中华医大在培育护理人才是不遗余力。那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在今天这样的典礼过后，本着多看、多听、多问的一个精神，在实际场所学到他的应要有的一个技能。那我也要跟所有的加冠同学报告，就是不论你遇到任何问题，中华医大一样都是你坚强的后盾，你都可以回来跟老师们再请教。现场出席的贵宾包括学校董事会董事、卫生局长苏世斌、市立病院院长蔡良敏等人，以及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前来甲护理生来翕相。伫咧加冠仪式过后，现场嘛进行点烛团光的仪式，由着系主任伫咧南丁格尔的肖像进前点燃蜡烛，然后交予20位协助加冠的护理专业老师，以着接力的方式，一位一位点燃学生手中的蜡烛，象征南丁格尔的精神生生不息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